后来继续来看美国辉瑞药厂甲德国生技公司合作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公布着后期试验上尾的结果，讲这个疫苗预防的效果达到95%，副作用真轻微，唯一淡薄仔较严重的症状就是人会较疲劳，也就是讲，这个新冠病毒总算是有克星咯。这个辉瑞药厂今年按算要来生产5000万剂，明年要达到13亿剂，要来对付新冠病毒。美国疫情同款真严重，不过疫苗国家队嘛宣布好消息，辉瑞大药厂和德国合作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公布尾期试验的结果，讲对每一个人预防效果达到95%。针对65岁以上高风险的人，预防效果嘛超过94%，无啥副作用。若较严重的副作用，敢若会人神仙。第一次第二剂了后，有3.8%左右人会出现症头，另外有2%左右人会出现头壳痛，不过症头真紧就无去。Only 5 of those people became sick with COVID. That is where you get. 和美国另外一间生技大厂比，莫德纳研发的疫苗，甲至少2%注疫苗的人出现的副作用分作5类，其中人神仙发生率9.7%，筋膜痛8.9%，关节痛痛5.2%，头壳痛4.5%。伫咧欧美和别个地区疫情一直升悬，医疗系统嘛面对真大挑战。辉瑞计今年会当生产5000万剂疫苗，明年达到13亿剂，希望伫咧今年寒天莫阁互疫情压起来。